當初係俾我女朋友影響到我嘅。好 romantic。嗰陣時候我見到呢一科嘅出路都好多，真係可以做食物安全啊、食環署啊，同埋即係營養師嗰方面都得，所以我哋揀呢科咯。喺一間癌症中心嗰度實習嗰陣時候啦，係都有好多面對唔同嘅病人，即係都要解答翻佢哋嘅問題啊，即係佢哋每一個嘅身體，跟住要俾翻一個營養嘅，即係嗰啲建議俾佢哋咯，係。哇！突然間覺得你做呢一件事係好有意義，但係你實習係有 allowance 定係？冇嘅。最大嘅幫助就係了解到人體即係每一個部分需要啲咩營養素，同埋點樣可以幫助到唔同嘅人咯，係。去形容你日常嘅學習，你會用邊3個形容詞？即係例如好無奈，或者係好有挑戰性，或者係攰到爆。揀食品科技同營養咯，係。咁即係話你有機會可能你銜接咗上去之後，你可能都係繼續做食品科技及營養呢一方面嘅職業嘅。冇錯。而家你覺得 KC Ivy 最出名嗰科係邊一科？最出名就係你讀嗰科？冇錯。哇，勁喎！你覺得 KC Ivy 仲有冇啲乜嘢特色係人哋 Ivy 冇嘅？要講嘅話，我就係覺得呢間 Ivy 有啲似中學咯，係。因為細係咪？冇錯係。佢係9間裏面最細。